文友通讯的重要性哈，讲起来，起码不算一张杂志了，它只是一个对内的几个文友的，用通信的方式，对内的一个小小的互相同温层的一个小刊物啊，文友通讯给他有1-200聚会，警察来为了查身份证，都明有的人就有点强了啊，就想莫开养了啊，那钟老妈有一点灰心，就决定就没有办了。不过这个短命的刊物啊，在那种那么黑暗的时代，仍然发出了它的一个小一个微细的光线，慢慢的往上冲破了天际的一个缺口啊，就太下就不摄影就敌原来台湾还有本土的作家去给看看一下，虽然没地方好待，不过他们有出来做这样的事情啊。那这对文学命脉的延续是有它的贡献的。台湾文艺对整个文坛的影响生态啊，主要是我爸爸做主编噶哈，出了某才以后，等于整个的编务都在钟老的身上，比如弄革新号，增加页数。更大本，这做黑马个原因呢，就是要让其他的年轻的本土作家有发表作品的园地。这个时代培养青岛的后生的作家啊，所以台湾文艺在作家方面，佢唔但像係当时台湾人办的台湾杂志。嘛是培养让整个台湾文学能够往前推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地。这当时《民众日报》请钟老去做副刊主编，跟我爸爸就同时有两个园地啊，一个是台湾文艺，一个是民众副刊啊。一个杂志，一个副刊，在当时确实发挥了它的培养后进的一个功能。《茶山之歌》是台湾人三部曲的第3部，第一部很多昌明行，第二部就很多沉沦。其他台湾人三部曲写的是台湾1895年乙未战争开始下。陆涛下来就会228事件，解严以后，一张开始，钟老真的开始写英版，就会陆涛那本书，很忠实的呈现了战后228发生前后的那一段的历史概况，一直都给路噶哈70人这个也有下。歌德寄情书了这是给其他开玩笑讲的很多情色小说实在讲从日本呀那个比较正确的说法是异色小说了他真就会下头描述比较赤裸裸、比较心理层面的东西，也应该就会给最名一篇创作吧，